现场当选者不断，在支持者热烈欢迎之下，国民党中西北区议员参选人蔡宗和以及台南市长参选人谢良介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国民党赵少康、罗志强甲议长郭信良带领议员团队等人拢到场相挺，共同推荐少年人蔡宗和。这条道路很辛苦，你这样走很辛苦，但不会孤单。市民会用选票跟你作伴，所以希望把我空出来这一席4亿元的席次，我们传承留给蔡宗豪。那台南市很多人讲说啊，这个绿的出资哈，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呢。哦，哪有一个地方是一党独大，永远独大的？大家都知道，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一个政党如果永远在这边执政，一定会腐化，怎么可能不腐化呢？哦，一定要我们很民主，就是要换人换党执政嘛。所以我觉得到了换人换党的时候了。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让谢龙介当选市长，让蔡宗豪当选议员，让所有正派优秀的人能够好人出头，让我们台湾可以进到一个专业跟善良的政治。我们农界县他这一期的议员席次，也要拜托大家大力的来相挺中豪，让中豪来传承。那中豪也会记得要坚持我们农界县它的正义和清廉，实现我们大家的价值。那在这边我们议员、我们市长基期嘉荣改议员谈行蔡宗豪，留给年轻人一席的机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良介亲自为蔡宗和披上彩带，蔡宗和嘛为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手中接到旗仔，向征着世代传承。赵少康甲李伟丹医生分别送着包仔还有粽，意思就是保重。距离年底的选举剩无偌久啊，想要得到选民的选票，就要好好来为市民服务，甲台南打造成更较好的城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